18号上午，伫南区举办群南里的活动中心动土典礼，经过5摆流标，总算伫咧发包第6摆来成功。活动中心是地方期待真久的重要建设。市长惠特嘛特别感谢在地真侪位议员甲里长的协助，来帮里民争取有更完善的社区活动空间。咱的群南里的活动中心终于要平地起。我想这个中间的过程实在是大家各位议员特别总接顺的时候，咱甲市长接顺。迄阵我就讲好，但是好都还未生出来。即马要生啦吼，当然，咱中间经过足侪遍的发包几遍啊？5届啊吼，第6届才成咯。你看，真正是真辛苦，因为即个物料一直起，工钱一直起吼。咱如果一直追加，中央甲咱补助400万，咱家己出2900几万，总共3300万。我想总是会当中央的补助就是工程计少400万啦你迄阵2000几万起的时候嘛是400万，即摆3000几万起的时候嘛是400万，所以我想最近加落，搁惨甲开落紧甲招标出去。若无你搁愈慢招标，搁愈贵所以我想真感谢各位议员的支持，感谢各位里长的监工未来爱监工是希望讲咱的施工的品质会搁较好，未来互咱群南有一个搁较好的这个活动的场所。未来活动中心会规划2层楼，除了1楼提供予里民做礼堂以外，2楼会设置长照据点、多功能的在艺教室，阁有儿童的读书室甲你的办公室。建物嘛会使用绿建筑的方式来打造人文自然共存的永续经营的理念。当然了，有这个活动中心，我里长呢，伊内底设备当然拢爱可以争取有诶无我会真正足努力去争取。等到规个内底拢用好咧，因为这内底要来做长照一定爱关心社会遮的老人一寡较无方便的哪会有诶无来甲遮老伙仔福利啦、食啦哪会看会当甲这个活动金来甲用好、用舒适起来来带动遮这个群南里会当来努力。市长嘛表示，期待活动中心完成了后，会当促进里内人文艺术发展，并提供予大家一个增加里民感情的好所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